居21年的2个03南大的一场。老哥装了这个真麻烦，叫你起床都累。早上训练老哥和朋友去骑车了，让我自己走过去。老哥这样子都要睡觉了。不拍行。训练完膝盖都肿了。回家。回到家还得是你夜寝。休息会儿去打比赛了。发现衣服穿错了，拿下冠军。吃个夜宵，老哥又红温了。回到家就睡觉，是真累了啊。